无但是你嘛爱听阮的祈祷。阮教会实在是欠即个遮尔好的即个牧者，伊若离开阮的教会是要安怎？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望上后尾1分钟，吼，这牧师伊会当改变伊的心思意念，一箱一箱的迄个行李摕去你车顶，到上尾一箱搬去的时阵，牧师娘是安尼规个吼甲足艰苦的吼。啊，即个发烧，即个牧师伊嘛是缀流目屎。牧师娘甲牧师讲，我要安怎离开咧？我实在是吼离袂开即个所在，看到遮个会友，逐个拢伫遐流目屎，伊嘛是流目屎啊。牧师讲，我嘛是呢，我嘛是实在无法度通离开呢。就安尼伫咧上后尾1分钟，牧师讲，叫遐个会友讲，恁将我的行李拢搬落来，我要游园徛去伫恁的教会。所以所有会友伫遐就真欢喜，吼。啊，本只伊是做7年啊，本只要离开啊吼，结果伊阵啊，一直踮伫迄间教会，一直到伊过身，拢总45年久。所以即条诗歌，伊阵啊过了后吼，过差不多7、8年了后，伊就想讲，会友内底兄弟姊妹，逐个同心，吼，伫遐逐个和好，吼，啊，伫主听谈的内面，逐个嘛互相伫遐听牧者嘛听会友，会友的彼此之间嘛，逐个拢有真正的听，伫遐互相来款待，哦，所以伊阵啊写了即条诗歌，啊，即条诗歌就诚侪。哦，今仔日真侪教会真爱唱的一条诗歌吼，咱来唱第1节，大家拢足熟的，伫主的听谈内面，吼，结连有大福气，兄弟姊妹交陪3亲，伫地哪准伫天。诚侪咱教会内底足水的一个听，咱准备心来做礼拜。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。奏乐。上主上帝就是以色列的上帝，伊有伊行基因的事，应该学落伊
愿伊荣光的名永远受侮辱，愿伊的荣光充满全地。阿门，搁阿门。三甲来吟诗侮辱上帝，圣诗44首，请起立。上主上帝就是以色列上帝，只有伊行其应的事，应该侮辱伊。愿伊荣光的名永远受侮辱，愿伊的荣光充满全地。阿门，搁阿门。三甲来吟诗侮辱上帝，圣诗44首，请起立。即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不是玛利亚出世，在本丢彼拉多前来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金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。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病，伊要对遐各代大人甲死人。我信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肉体的恶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用以赛亚书11章第1节到第10节来应答上帝的话。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对亚西的树头要发一支影，
上主的神要踮伫伊，记忆甲能力的神，伊要掠敬畏上主的做欢喜。伊要用公义审判向凶人，用正直举断制上谦卑的人。公义要做伊的腰带，豺狼甲绵羊三角大。牛仔甲细只狮甲肥的精生，牛甲熊要三角食，因的囝要三角倒地。食奶的囡仔要佚佗伫恶蛇的空口。伫我的圣山的遍地，一壳无损伤、无陷害。到迄日，埃说的拳头徛做万百姓的大旗，列邦要归为伊安息的所在，有大阳光，同心来祈祷。上帝啊，你捌击杀阮、破坏阮，你捌受骗阮，求你互阮搁兴起。你捌互地震动，嘛互伊帮你愿你医好伊的离魂。因为地摇动，你互你的百姓拄着艰难，你互阮啉迄个互人颠来倒去的酒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伫苦难中哀求上主，伊就对阮的患难中牵救阮。伊伫黑暗死荫中带阮出来，带断拔阮的锁。你出命令医好阮，救阮脱离死亡。因为你的慈爱，甲你对世间人所做的奇事，人拢着学罗你。最近台湾渐渐脱离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，慢慢恢复正常的生活。过去3年，侪人感染瘟疫，健康受到损伤，也有人失去亲人朋友，心内痛苦；也有人经济受影响，生活较艰难。总是台湾的情况也是渐渐变好，阮要深深感谢你，上主啊！我要讲，你是我逃闪的所在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上帝，我所倚靠的。因为你要救阮脱离长鸟仔的罗网甲毒害的瘟疫，你要用你的骨保护阮，阮要美丽你的日下。你的信息是大细的金牌，阮免惊眠间的惊吓，也是日时得飞的箭，也免惊黑暗中流行的瘟疫，也是人中斗别无人的毒症。阮嘛要为中国毋愿阁受纵向甲无自由起来抗议的民众来祈祷。掌权的用疫情做借口压迫因，请你互因勇敢甲智慧，争取因的讨棒甲自由，也互中国人切切羡慕你的救恩，欢喜你的立法，互因行公义、心存怜悯甲和平，谦卑甲上帝相甲行。
上主啊，因为安尼，我要伫列邦中感谢你，唱歌讹落你的名。今仔日是大港节第2个主日，阮要用准备甲信心，透过大经文来帮助阮思考，要安怎迎接耶稣降临伫阮心中，成做和平的君王，伫阮的生活中做王做主。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，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因讲。愿你的名是。你对你亲像天理，
请做伙来攻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罗马书15章第40到第13节。新约罗马书15章第40到第13节。因为早所记载的，拢是，请咱做伙来读。因为早所记载的，拢是要假使咱才来记，互咱对吞论、对圣经的安慰来得到盼望。愿赏赐吞论安慰的上帝，互恁大家同心记，照基督耶稣，互恁一样心、一样喙，荣光上帝。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，所以着3到6，亲像基督也有接纳恁，记到荣光归伫上帝。因为我讲，基督为着上帝真实，捌做奉各类的人的妻用，要坚固所应允列祖的，也互外邦人为着灵敏归荣光上帝。照所记载讲，因为安尼，我伫外邦中要称呼你，唱歌侮辱你的名。搁讲，恁外邦人着甲伊的百姓同欢喜。又讲，恁外邦着称赞主，恁万百姓着侮辱伊。又搁以赛亚讲，要有耶西的拳头，甲兴起来治理外邦的。外邦要倚靠伊来有盼望，愿赏赐盼望的上帝，互恁对神来充满逐样的欢喜平安，互恁伫信心的关联得到满满的盼望。讲道，请陈牧师讲道，题目是彼此接纳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讲实在，教会是世界上上困难的一个团体。咱属同一个教会，但是甲学校无共款，因为教会有逐样的年龄层，有多元的个人背景甲经历。咱伫同一间教会敬拜服侍，为着跑走天路伫努力，但是咱嘛甲公司无共，因为每一个人信仰的程度有深有浅。咱嘛毋是为着趁钱自执伫遮，因为这无共款，所以有时阵咱做伙会互相无欢喜。咱伫同工的过程中间，嘛无法度理解为虾米对方会用即种甲我无共款的方法。伫侪摆的冲突了后，有个人甚至会离开教会。但是咱冷静想看卖，伫教会咱敢拢是圣徒？虽然咱每一礼拜用使徒圣经做信仰告别的时，咱会讲圣道会相通，但是这毋是表示咱已经完全、已经有美好的德行。咱爱承认，无论咱信主偌久，咱还是罪人，咱非常的软弱。这个圣道的相通，绝对毋是咱本身有偌好，是因为耶稣拯救咱，洗清去咱的罪。互咱开始即个成圣的过程，并且信仰嘛，毋是一个人的修行，信道的中间是互相需要相通的。咱需要上帝，但是咱嘛需要同信的兄弟姊妹。伫信仰团体内面，咱彼此提醒，彼此代祷。因为有当时啊，你内心的迄个苦楚，毋是其他要未信的朋友会当体会。这伫你的内心，互你苦到得要死的物件，对这还未信的人来讲，根本毋是问题。但是有共款信仰的人会理解，因为咱对罪有共款的认同。咱嘛袂因为人的罪来批评伊、否定伊，因为咱知影，若后日换我落入魔鬼的试探，有可能我嘛会犯共款的错误。所以教会生活真正是无容易，嘛因为安尼，真侪人是选择无要甲有人有其他的关系，因做完礼拜就离开。亲像我有一个朋友，伊去某一间真侪人聚会教会，
我就问伊讲：你伫遐有熟识什物人无？伊讲：我就是无熟识任何人，我才去的，因为安尼就无人熟识我。但是一个敢若做礼拜的基督徒，兼算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，即个问题咱需要思考。若是咱做好家己就好，安尼耶稣一个人出来传福音就好啊嘛。伊毋免遐尔麻烦，招12个学生，并且这12个人是带着无共款的目的来跟缀伊。这学生缀伊3年久，嘛无甲伊有偌动心，甚至伫最后一刻，耶稣顶十字架的时，这学生走甲无半人。啊，甲人做伙是麻烦，阁会制造真侪问题。但是咱看见耶稣亲身做安尼的一个示范，所以有可能伫过去教会生活带互你一寡的伤害，但是请你毋通安尼就来忍心倒退，因为主的吩咐就是爱咱成做一个信仰的团体。咱组织做伙，毋是要享乐，毋是要做伙有食有啉，阁摕礼物。咱做伙是为着要操练伫未来伫天里的生活。你即马若无爱甲人做伙，也是讲你袂晓甲别人做伙。伫因外的角度内面，你的日子是要安怎过咧？所以咱现在需要来学习。另外，主爱咱透过即个团体，互别人，尤其是还未信主的人，看出讲，虽然即个团体也无够完全，虽然即个团体内面每一个人拢非常的软弱犯罪，但是因为耶稣伫咱的即个团体内面，咱会当甲其他的团体无共款。咱会当破除种种的限制，咱会当彼此接纳。这就是大港节第2主日的主题。伫大港环会点到第2支紫色的蜡烛，上顶陪伴信心，就是咱爱用咱的好行为来陪伴主的路，互还未信的人会当因为咱来羡慕、仰望、渴慕。会当得到即位会当改变人心的耶稣，但是伫遮讲到行为，咱千万爱会记哩，咱毋是用好的行为来得到上帝的欢喜，但是好树会结好果子。咱若有一个因为耶稣来换新的一个性命，咱的行为自然会显出上帝的美善。就亲像加拉太书2章20节有讲。我要久伫活，毋是由原我，就是基督点伫我伫活。当基督伫咱的内面伫活，咱就毋是靠家己的本性，咱是靠耶稣来做逐样上帝爱咱做的好事。但是到底什么叫做互耶稣点伫我的内面呢？这看起来非常的抽象。伫约翰福音第15章第7节，耶稣有清楚的指示：恁若点伫我，我的话点伫恁。耶稣伫遮讲着讲，咱若要点伫耶稣的内面，咱需要有耶稣的话，我的话，耶稣的话，耶稣的话就是圣经。真侪人会将圣经看作是一本无合科学，也是真过时的一本册。但是，一直到现今21世纪，无有任何人会当辩倒圣经。圣经犹是世界上发行量上大的一本册，并且读圣经非常的重要。亲像今仔日这段经文第4节，保罗有讲：早所记载的，拢是要教示咱才来记，互咱对吞论、对圣经的安慰来得到仰望。圣经是为着要教示咱才来写的，是为着要互咱透过学习圣经，知影讲安怎伫即个时代吞论，并且得到安慰，然后对未来上帝国抱一个仰望。对听保罗讲话遐个人来讲，圣经只有旧约，但是我想咱伫读旧约圣经的时，可能无迄个时空的背景。嘛有可能咱无用心去理解
所以咱感觉读起来无啥物感觉，甚至咱咧读起来指派人数、人名的时、人名的时，咱会想讲，这物件减有意义咧。但是旧约对基督徒也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旧约毋但是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伊嘛是关系全人类的救恩。伫旧约的内面，上帝拯救的计划甲预言，拢伫新约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得到实现。所以，当咱新旧约做伙来读，咱就会得到鼓励。咱知影讲，咱信的毋是空空，是几千年前上帝早就应允的话。所以，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的后半段，保罗有引用几啊段旧约的经文，咱头拄仔拢有读过。这经文有的是对撒母耳，有的是对诗篇，有的是对申命记，有的是对以赛亚先知的册所出来。所以旧约甲新约互相来证明，上帝是信实的上帝。伊的话伫几千年前，伊就讲，到耶稣的时代就应验。所以咱遮读圣经的人，咱爱对上帝有信心，因为上帝自古到今，伊完全无改变。伊对咱即个世界有一个全盘的计划，所以咱爱将咱的眼光、将咱的仰望放伫伊，毋是放伫即个世界，毋是放伫咱所拄着的代志，并且咱来学习耐心来听候。第二，伫即段圣经内面，咱看见保罗使用非常侪摆的恁，所以圣经毋是为着你来写的，是为着恁才来写的。兄弟姊妹，咱知影，一个人无法度讲彼此接纳，一个人无法度讲彼此同心，只有两个人以上才会当讲接纳，才会当讲同心。所以伫遮搁一摆，互咱看见，信仰毋是一个人家己伫处理的代志，毋是你一个人伫厝里看直播做礼拜，毋是你一个人伫厝里看 Good TV 做礼拜，就是信仰。信仰爱伫一个团体内面来操练。但是，即个人甲我无共款，我要安怎甲伊同心咧？我要安怎接纳伊咧？接纳的意思是担当别人的软弱，替软弱的人设想。但是讲实在的，咱靠咱家己敢有法度咧？保罗知影世间无人做会到，因为人拢非常的自私。所以伊伫第7节到第8节又讲一个方法，着三接纳，亲像基督嘛有接纳恁，至到荣光归伫上帝。因为我讲，基督为着上帝真实，捌做奉各类的人的车用，要坚固所应允列做的。而且咱的台语是讲车用，但是咱来看和合本的圣经是翻做执事、执事。基督是为了上帝真理做了受割礼的人的执事。你会感觉讲耶稣应该是做长老啊，哪会做执事咧？这个执事毋是教会的一个职分，执事的意思是服侍、做奴仆。所以咱知影，耶稣来到世间，伊伫犹太人的中间做奴仆服侍因，传天国的福音，最后死伫十字架顶。并且，毋但是犹太人，耶稣基督的福音嘛，互所有的人。这话毋是人编出来，是早就伫上帝应允的内面。上帝伫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伊家己讲出去的话。所以，咱这跟对耶稣的人，咱要彼此接纳，咱要同心，毋是咱催眠家己讲我做得到，我做得到，我做会到，我做会到，甲迄个人同心。这是无可能的。咱爱学习耶稣，用做奴仆的心，彼此服侍，彼此接纳。咱知耶稣是上帝，伊放弃伫天顶的宝座。有一段经文讲，人子来毋是要找用人，是要互人找用，各显伊的性命来赎回侪侪人。咱看见耶稣，伊是来做奴仆。
伊毋是来做君王。但是做奴仆，敢有遐尔啊简单？无，因为咱所有的时代拢是教人做头无做尾，嘛因为安尼，要伫一个团体内面要做奴仆，要屈嫁家己去服侍人，是真歹做会到的代志。特别伫现代搁较困难，因为咱的现代是一个强调自我意识的一个时代。但是各位兄弟姊妹，基督徒爱脱离、爱跳脱迄个自我意识，因为咱的性命毋是为着要实现自我，咱是要去实现上帝对我的计划甲拿督，并且咱有一个认知，咱即个性命已经毋是咱家己的。是耶稣对魔鬼的手头关系中间，用伊的保护将咱赎回，所以咱袂当阁亲像以前放纵家己的私欲，咱嘛袂当一直用讲啊，我就是安尼一个人啊，我无法度改啊，来做一个借口。只有死人才无法度改变，只要咱活着，只要咱愿意互耶稣来改变，咱就有机会。因为咱毋是无对象，毋是无方法会当学习呢。咱有圣经通读，咱有耶稣通学习。彼此接纳，咱需要有上帝伫咱的中间做基础。有两个囡仔因做伙佚佗，差不多因的年龄差不多拢是7岁、7、8岁的安尼年龄。其中有一位非常明显，就是伊的脚趾边是翘骨，翘骨甲非常严重。而这两个囡仔做伙佚佗的时，其中另外一个伊拢无去注意到伊即个同伴身躯会无共款，因为两个耍啊非常的快乐。但是当因两个耍忝啊坐落来啊，即个囡仔的目睭就看见伊的同伴身躯的无共，伊的喙敢若要讲什么话，所以即个身躯翘骨的囡仔规个紧张起来。又敏感着讲，伊即个朋友有看到伊的无共款，所以即个囡仔徛起来，就行到迄个翘骨的囡仔的背后，非常得意讲：我知影你的后面为虾米会弯翘。即个翘骨的囡仔紧张到毋知要讲啥，因为伊知影真侪人拢踢笑伊，拢笑伊的翘骨，所以即个囡仔恬恬无讲话。伊准备要接招啊！哦，迄个囡仔游玩是非常得意，伊敢若无要放伊煞，伊讲：我知影内面是底啥，你敢知？即个翘骨的囡仔非常绝望，因为伊知影伊的下场应该甲以前差不多，所以伊非常细声讲：我毋知。伊的同伴就喙笑目笑，非常欢喜讲。你弯翘的身躯是一个竹篮，内面有装一对要袂互上帝拍开天煞的石鼓。兄弟姊妹，当咱学习耶稣，伊用上帝遐尼悬的一个位置来接纳咱遮个卑微的人，咱嘛会当学习。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咱的兄弟姊妹。当咱相信讲每一个人拢是上帝创造的，因的内面嘛有上帝形象，咱就会学习去欣赏因。哦，虽然这个人伫别人的眼光看起来，因无啥物价值，但是耶稣为伊死，耶稣为着伊付出迄个宝贵的代价。咱哪有啥物资格会当来批评，会当来看轻伊咧？所以咱接落来基础就是上帝听。当咱相信讲，因属伫主，我嘛属伫主，咱就袂真紧对咱的喙讲出迄个批评的话。咱嘛会当伫无共款的人的中间。互人看见上帝创造的美好，甲上帝的丰富。另外，伫这段经文中间，有讲起侪摆荣光上帝。咱基督徒会当做任何的代志，咱无受着旧约圣经的捆绑，
咱会当做任何代志，咱会当做任何代志。但是咱来考虑，即件代志敢毋是荣光上帝？即件代志敢毋是利益别人？利益别人咱真好理解，但是咱要安怎做才算是荣光上帝咧？咱伫生活方面，咱拢知影安怎利益别人，安怎互别人有面子、有荣光。亲像咱若去一寡餐厅、饭店，甚至是路边摊仔，因会将一寡有名的人来过因的店的相片，也是签名打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因的荣光。有时阵咱去参加告别式，嘛当看去满迄个有名的人的挽联，哦，这互参加的人感觉讲，哦，因兜足有面子的。咱的囡仔、咱的孙仔若摕第一名的成绩单，也是奖状转来。哦，咱嘛感觉哦，超有荣光诶！咱会因为人做诶代志，互咱感觉真骄傲，互咱感觉真欢喜。但是上帝是自有应有诶上帝，伊诶荣光袂因为咱有做啥物、无做啥物来减少、来增加。但是咱若因为共心志，一样心、一样喙。别人看到即个信仰团体，哦，内面虽然哈尼种无共款的人，但是因会当做伙行出上帝旨意，因会非常的讶异，为什么即群人会甲其他行庙事的人、其他拜拜的人哈尼啊无共款嘞？哦，一定是因拜上帝真厉害，甚至遮个人嘛会羡慕，会想要来认捌即位咱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归荣光互上帝。保罗伫这段经文又结论讲：愿赏赐愿望的上帝，互恁对神来充满逐样的欢喜平安，互恁伫圣神的关联得到满满的愿望。兄弟姊妹，这是一个祝福的祈祷。伫这个祈祷内面，咱看见上帝神。这个神的对象，耶稣虽然无写出来，但是咱相信，这就是相信耶稣的救赎。佮讲到圣神的关联，咱非常软弱，但是三一上帝帮助咱，互咱透过学习圣经、学习耶稣的服侍，咱会当彼此接纳，咱会当过一个荣光上帝的生活。最后要用一个天主教的耶稣小姐妹友爱会的创办人，就叫马大勒纳小姊妹，即个小女，伊写予所有小女的一张批，来成做今仔日我的结论，甲咱的学习。伊伫遮写讲，毋通认为家己有义务，为着维持家己的宗教身份，为着要甲上帝亲近，就隔开一切外在危险。伫你甲世界中间来起一个高墙，毋通将家己隔离伫人甲世界以外，爱亲像耶稣，成做人类的一份子，透过你的性命、友情来透入圣化周围的环境，亲像耶稣共款，透过你的疼，你性命中间的一切来服侍其他的人，你爱生活伫人的中间。你的性命爱甲因合作伙，成做一个面架，互规团拢总发起来。基督徒甲人甲世界拢有关系。愿望咱所行所做，会当互人，会当对人产生一个好影响力。咱做伙来祈祷。最后所伫大港节第2主日，你爱阮备办好势，互爱阮有信心，会当伫即个黑暗的世代。会当为你来做光、来做盐、做好的见证。主总是阮知，阮非常的软弱，有时阵阮也无真好的见证。主，阮恳求你帮助阮兄弟姊妹。阮，真正会当彼此接纳。
阮有带做，阮活伫一个虚假基督徒的外表的中间，但是阮的内心，阮是甚物款的状况，主你上知。主啊，恳求你真正赦免阮，帮助阮，互阮无浪费阮的性命，互阮知，阮的性命是你赎回的。阮活毋是阮家己伫活。主啊，恳求你伫阮的中间，真正来帮助阮，互阮透过实践听。彼此相听，彼此接纳，互人真正看出你伫阮的中间。主，阮将阮即个信仰团体交伫主你的手里。阮真正无法度靠真侪物件来改变，阮只有靠主耶稣。阮恳求你来改变阮，恳求你来接纳阮。互阮有能力会当去接纳别人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请掀开今仔日的周报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请咱做伙来读2摆。所以恁着结迄号合理反悔的果子。马太福音第3章第8节，所以恁着结迄号合理互反悔的果子。马太福音第3章第8节。三角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正诗609首，609首，请起立。请坐，奉献，请介绍啊，这书人员用这书来负责奉献。
请起立。请坐。报告，请看周报389页。消息报告：今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宣告聚会，请宣告组的同工参加。礼拜走要摕2023年第1场礼拜的招待演讲，第2场礼拜的书献演讲，甲2场礼拜的直播同工。有意思的，请伫个1楼的公布栏登记到今仔日为止。小会定咧2023年1月15要召开会员好会。为编印会员好会手册，请各事工组、各团契的部分，请交予牧区来统合。在咧今仔日进前，将会员好会手册内容甲决算交予小会的书记，蔡淑芬长老也是陈牧师。小会定咧要12月25圣诞。联合礼拜要举行洗礼甲圣餐，要接受洗礼的请阮陈牧师来报名。约书亚牧师定咧12月10号拜六暗时6点半，要带陪长老的兜要举行小组长的分享会，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咱今仔日伫1楼，咱准备会当有即个绘本，咱会当来买这是咱总会出的绘本这内容拢真好，有的是宣教师因来台湾宣教的故事遮个人对台湾的贡献真大，所以咱会当阿公阿嬷是爸爸妈妈会当买这来准备做囡仔的圣诞礼物。这伊内面伊嘛有扫描，伊会当讲台语，嘛当讲华语，嘛当讲英文所以真好一个礼物，请咱兄弟姊妹会当来伫下面底下来采购。第二，咱的圣经手抄本已经印好，所以咱会当伫2楼去甲干事来摕。咱兄弟姊妹是一本是200块，其他教会有补助。这是咱来祈祷，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，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。大心，咱为着咱的世界，咱看见即个世界有真侪乱象，咱恳求主的医治。咱嘛为着台湾来祈祷，互咱在台湾会当停止即个政治的恶斗，互咱会当真正是无论甚物款的人当选，咱拢为因祈祷。仰望讲主会当兴起因内心的良心甲正直，嘛恳求主会当安慰遮个落选的人，互因会当真好会生根的中间继续会当为着台湾来拍拼。咱嘛为着各地宣教师来祈祷。有侪侪宣教师伫迄种真危险的所在，咱无法度想象的毋若是物质，因为迄个政治的局势嘛拢真恶劣，互咱恳求主的怜悯。咱嘛为着信任的中级祈祷，互咱伫顶礼拜咱有奉立长老，嘛有设立祭司，咱为着遮的同工来祈祷，嘛为着教会建堂的事工来祈祷。嘛为着华因的姊妹慧芳甲宇文，为着身躯欠挽的兄弟姊妹詹美容姐、明珠姐、阿淑姐、俊生兄、阿卡姐、赵雄兄、来富姐、
邱菊姐、邱玉姐、应轩、钟桂兄、秀恩姐、张老师、邓妈妈、龚琪姐、陈其雄长老、以礼、素梅姐、方梅姐、谢đình兄、明理姐、谢平兄、阿菊姐、郭元兄、东龙兄、佑庄兄、李缺老师。好，咱嘛欢迎咱兄弟姊妹，若有任何你需要带到更新的吼，你会当随时甲我讲，互咱做伙来替遮兄弟姊妹为着咱的世界来祈祷，咱开喙来祈祷。主啊，伫第二大港主日的时，阮恳求你陪伴阮，提醒阮。主，阮是一群你属会的囝儿，恳求你，互阮毋若是领受恩典，也互阮会当为别人来祈祷。主，因阮知你听阮的祈祷。虽然有当时啊，即个代志无实现，但是主，阮相信你有你上好的意思，也恳求你，互阮耐心来听候你上好的安排。阮为着兄弟姊妹身躯欠慢的来祈祷，恳求你帮助医治，互因甲因的全家有信心，上主你甲因同行。虽然伫苦难的中间，但是主你无放杀因。主，阮也要为着怀孕的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遮个姊妹，也是拄啊得着囡仔的遮个兄弟姊妹的家庭，互因会当有上帝你的看顾帮助因。虽然有真大的无适应，但是主恳求你甲因同在。阮嘛要为着伫厝内有真济的遮个囡仔、幼儿需要照顾的青年因的家庭来祈祷。主恳求你也扶持遮个青年，互因伫无因家己的工作，也会当对因的囝儿会当有真好的照顾。主恳求你享受因教业的快乐，也为着教会内面有遮个真想要怀孕，也是想要得着囡仔的家庭，遮个青年来祈祷，也恳求你保守帮助。陪伴因的心，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的遮个事工来祈祷。主，伫阮的教会有对外对内的事工，恳求你拢兴起遮个事工，帮助遮个事工的负责的同工，互因会当愿意委身伫因所交托，主交托互因的事工。主，恳求你甲因同在，帮助因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的建堂事工来祈祷。主帮助阮，互阮伫遐尔困难的一件事顶面，互阮会当谦卑、同心合意，互阮知主你若爱阮诚安尼事，你的陪伴教业，互阮无通欠缺。主恳求你，互阮有教业的信心。阮也为着中职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阮所有的中职，互阮会当同心志，互阮做伙来服侍你。虽然阮个人有真济真无用的代志，但是主，互阮知，当阮将你的代志放伫上重要的时，你嘛会看重阮。阮为着阮的教会或者个事工来祈祷，恳求主你扶持帮助。阮也为着阮的世界来祈祷。主，阮看见世界真侪乱象，真侪人伫惊吓、伫枵餓、伫困苦的环境的中间。主，阮恳求你的怜悯，你施阮拯救。但是嘛，透过基督徒，也是遮有良心的人起来，会当扶持帮助，伸出因的手来，成做实际的帮助。主，阮也要为着伫各地宣教的宣教师来祈祷。主，帮助遮个宣教师，互因会当伫无共款的所在，得着主你的赏赐的快乐，帮助因。虽然有极大的惊吓，真济无方便，但是主恳求你为着因一一来破除，互因会当伫遐有快乐，会当来做工。恳求你陪伴因的需要。阮也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，阮当结束一场的选举，恳求你保守赏赐合一伫阮的中间。帮助阮台湾人会当伫主你的引带下面，会当互阮即个国家会当伫你的带领下面，会当行往一个平安喜乐，互阮所有的兄弟姊妹，互阮所有的同胞，嘛有机会会当认捌你。主，阮将即个祷事交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主你引带。阮为着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，阮来祈祷，恳求你陪伴阮的心。无论阮伫学校、伫阮的工作、伫阮的家庭、伫阮的社区、伫阮所做任何代志，恳求你拢使用阮，互阮会当诚做光、诚做盐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
即时来吟圣诗392首，圣诗392首。吟诗了后，请陈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相通，甲恁三甲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坐。